每一天，有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7，马太福音12章20节安尼讲：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；要花的灯火，伊袂分息。直到伊互公义得胜。三甲来祈祷，要伫阮受伤，甲亲像要花的灯火时，坚固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圣、至大的全能荣耀上帝。你是满有恩典、怜悯、慈悲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的慈爱充满伫全世间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我们要专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无快快受气，佮欢喜施恩祝福互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了解阮的软弱甲挣扎。当阮心灵破碎、失去信心的时，你无责备阮，反倒当用疼来扶持阮。互阮通得到福源。主啊，因为你应允讲，受伤的芦苇，你要压断；要花的灯火，你袂分息。直到你互公义得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